大家平安。咱来三角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搁一摆伫你面前感谢你，守住阮勇健的身躯。虽然有听真济疫情的情形，总是你保守阮，也搁互阮会当伫即个所在敬拜你。恳求你通过今仔日阮所分享你的话，搁一摆互阮知，你是阮的主，你是阮的上帝，阮会当倚靠你，也你袂想使阮开力应付所有的一切。感谢你，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我伫读大学的时候，迄阵啊，拄有一站足痟音乐，音乐会拢走去听。走到咱去听到阮老母甲我问讲，你是读法律还是读音乐安尼？我迄个时阵哦，有一个时阵哦，对弥赛啊，足迄个 handle 的弥赛啊，足迷吼。我真正去有用足侪时间吼，这对弥赛啊，对头到尾吼，遐所有的歌词拢去找圣经拄对吼。啊，我安尼看吼。我对以赛亚第40章的印象足深的。以赛亚第40章吼，咱今仔日所读吼，对第1节到第5节，再搁对第9节，第1节到第5节，第9节、11节，即几节的圣经吼，拢是弥赛亚拄开始的时，头一条是独唱。着安慰我的百姓。第2条，所有的山国拢要屯田。第三就是第3节甲第4节是迄个合唱的头一条的合唱，足水的歌。恁转去若去迄个 YouTube 去听看卖吼，足水的歌第9节甲第9节是 alto 女低音的独唱了，共款几个合唱伫女低音的后壁合唱，原来是即节第9节。第11节吼，第11节是讲上帝要像牧者带羊啊，咱逐个对这拢真熟哦。耶稣是牧好牧者，上帝伫以赛亚写这个时候，因耶稣还未出现，所以因毋知耶稣是好牧者，总是。伊用即个羊的牧者疼羊，即个是一个上开头一个是迄个女低 alto 的独唱 ，alto 独唱了吼，搁唱一摆，调拢共款，总是较悬，是女高音的独唱。迄个女高音的独唱，互我足感动的。第一。头一个女低音的独唱是用咱40章11节，伊亲像牧者带羊出去吼。女高音的独唱的时候，因是用耶稣讲迄个来就近我，迄歌词是改做来就我 ，Come unto me， 总是显到吼真趣味。我发现着吼，伊无用耶稣的 Come unto me。来就近我，伊甲改做 come unto him。伊即个音乐，即个信息是具有的，总是显露即个伊在作曲的时候，我相信伊一定是伊受感动哦。伊将迄个 me 改做 him， 安尼吼，将耶稣顺续甲拖入来伫迄个。咱拢讲先知伫听候弥赛亚来，这是足水的。伊对头到尾吼，拢耶稣讲来就近我，我要互恁得着爬我的骹脚，对学我。伊迄个米拢改做险，真有意思的改法。我发现到这个时候，我永远袂记的，吼，显到迄写迄个是一定用甲。过来吼，即个。40章，以赛亚写40章的时，迄个时阵，以色列国已经互人掠去巴比伦做奴隶70年啊
70年是足久的时间呢。一个出世的婴仔吼，70年了后会使做阿祖呢。你是想看因伫做人的路财，佫经历因伫埃及迄款的生活，因真艰苦对上帝求。那以赛亚互上帝圣神甲因带讲这话，安慰我的百姓。上帝知影因咧艰苦，安慰我的百姓。啊，甲因讲上帝亲像牧者要带因，互因有盼望。这个话拢总是以赛亚讲的吼。啊，因伫迄个做路历中间，过去以赛亚第40章吼，我拄仔讲的遐弥赛亚的歌词了，过落来，拢总是伫甲以色列人讲，上帝是偌尼伟大的上帝，上帝是偌尼有权能的上帝。啊，到甲因伫以赛亚勉励因，都爱吞忍，都爱听候上帝，吼，叫因都爱听候上帝。啊，一方面我若甲因讲，听候毋是踮坐踮遐戆戆等，听候爱有准备心，有期待，特别是咱普通伫祈祷吼，咱伫听候一个要祈祷的时候，咱老实讲，咱甲上帝求，啊，咱有想讲，啊，上帝若应答我的是我要安怎？恁会安尼想？上帝若你安尼，有时啊祈祷到安尼，啊罔祈祷吼，啊上帝到时真正照你祈祷，互你的时，咱煞毋知要安怎应付。所以以赛亚真要紧，甲因讲，恁听候上帝，毋是戆戆啊等，恁着爱放仰望，着爱信靠。啊，咱今仔日，咱的宣调也是用，我今仔日要讲的圣经在啊，咱拄仔启用安尼，啊，佫读圣经，恁大概知影我要讲啥？我所要讲的是对28节到31节，伫遐吼真出名。伊讲迄上帝，我靠上帝的人，我靠上帝的人吼，上帝要守住因新的规律。啊，不过因爱听候，爱吞忍。吞忍这个代志吼，老实讲，我实在上无资格通讲吞忍的人啊。我足袂当的，足急性吼。不过吞忍是咱大家拢爱学的功课。我有一个时阵吼，因为我以前头一个太太目前破病的时候，我定定咧走急诊。我一摆去急诊哦，坐倒等，我拢看壁的顶头咧搭起来，迄护士囥伫遐。伫急诊时，逐个拢足急的，逐个拢袂等的，吼，这要紧哦。伊咧搭伫壁写讲吼 ，If you are a patient here, be patient。你若病人，patient 就是病人，你若做病人伫遮吼，较小等下，我嘛是真无用啦，迄个意思。大家毋免急啦。If you are a patient here, be patient。patient 讲较快啦，实在是足歹讲的。伫现代人吼，咱拢袂当。我迄日看一个文章哦，伫讲电脑，迄电脑你一开电脑开起来吼，你若落来等几分钟啊，你就当真袂掉啊，敢无？吼，哪会遮慢？吼，啊，逐项拢爱紧才会使。有一个，我捌读到一个人甲上帝祈祷讲，上帝求你，互我 patience， 互我会晓吞忍，愈紧愈好吼。你若会当互我评论，是愈紧愈好安尼。是安怎咱就爱等，但是咱袂当控制的代志才会等，是毋是？你无法度控制的代志才。我真正相信哦，对我家己的体验哦，我真正相信上帝哦，袂迟到，你知影？上帝会照伊的时间，伊的时间观念甲咱无共款。伊的时间当然咱袂当控制，咱会当计划代志，总是代志要完成，有一项真要紧的物件，叫做时间点，是毋是？你计划代志，你做计划，时到迄个时间，若无发生，你就无法度。
对我家己经验，我真正感觉 timing 吼，敢若上帝有法度呢？你敢知？什么事要发生？什么啊？这毋是宿命论，这绝对毋是宿命论。这毋是讲安尼，咱拢毋免创啥，毋是。咱听候上帝伫拄啊好诶时间，我诶人生诶内底，我倒等于看，几啊摆，我家己嘛毋知影上帝是安怎。伫迄个时间点，啊，我烦恼，啊未到代志就烦恼，毋过到迄个时间点，敢若拢就会使。这是真奇怪的，这是一个信仰的经验。听候上帝的 timing 的人哦，上帝要守守伊新的规律。啊，因要亲像啥？因要亲像鹰鸟体色飞悬，走袂野，行袂先。我要甲咱三角看鹰鸟这个代志吼。伊讲听候上帝的人要得到规律，像鹰鸟体色飞悬。鹰鸟，鹰鸟是eagle吼，是伫圣经内底嘛是咱所读到的物件。eagle 是表示迄个 power， 迄是足有力的吼。足水的，迄鹰鸟咧飞的是足水的，咱拢知影。鹰鸟真自由，你毋捌看鹰鸟规阵咧飞，鹰鸟拢一只家己咧飞。你毋捌看到两只、三只做伙飞，绝对无，拢一只飞，迄自由。伫圣经内底嘛，拢用鹰鸟做代表者的真有规律，真水，真自由。伫诗篇103篇第5节，遐代表讲我的心什么，毋通袂记得耶和华，伊用好面祝你的心愿，互你福到少年亲像鹰鸟。所以你知影鹰鸟拢总是迄落。美国的 national bird 是迄个 bald eagle， 迄鹰鸟白头，迄足水的吼。我退休以前伫马尼托巴，我去马尼托巴北边一个长老捌带我去看，迄看迄鹰鸟的收伫迄树仔顶吼，足大个，鹰鸟伫顶头，歇伫迄个树仔顶头，看着足水的。美国的 national bird 是鹰鸟。我捌听，我一个上台是一个美国牧师甲我讲啊，伊讲哦，美国的迄个 national bird 是 bald eagle 吼。恁捌一个叫做 Benjamin Franklin， 即摆100块的就是 Benjamin Franklin， 迄个 Franklin 吼。伊伫美国开国的是不只有影响咱啦。你知影伊迄阵啊美国人要找 national bird 做迄个，伊建议讲吼，咱着爱用火鸡来做美国的 national bird。迄个美国牧师甲我讲，好佳哉，阮遐祖先无听伊的话。你甲想讲美国的 national bird 若 turkey 的是讲偌趣味的吼？恁知影 turkey 啥物意思？英文 turkey 啥物意思？譬如讲 Sydney Chan 是 turkey， 迄是看轻，你知影 ？turkey 我吼问足济白人讲 turkey， 恁到底 turkey 是啥？无人会晓甲我讲。到尾我听因描写了吼，我咧讲，我真啊，台湾叫做白目的，白目的迄就是 turkey 啦。白目的吼，伫毋对的时阵对毋对的人讲毋对的话，迄就是 turkey 啦。代志都好势做会好，若服忙着拢倒，然后迄个做 turkey。因 Franklin 讲要用 turkey 做美国国家的，大家甲伊放决，因经无伊个，was a good choice， 真正有影。伊讲，伫1927年，有一个美国人叫做 Charles Lindbergh， 可能你捌听林白这个人，伊伫1927年头一个驶飞轮机对圣路易斯飞去到巴黎，迄阵是飞过迄个太西洋迄个时阵是美国的英雄啦。我有用伊的名写因的名出来伊家己一个飞，
所以所有的人真钦佩，甲互伊的名叫做 Long Eagle， 单独的迄落eagle 鹰鸟，迄是真悬的迄落，真悬的。啊，伊迄个使飞机家己一个飞对圣路易斯飞去到澳洲，迄是真不得了代志。啊，美国人佫一项吼，佫一个就是我用 Buzz Aldrin 吼 ，Buzz Aldrin 即个吼，是迄阵啊，1969年，伊甲 Neil Armstrong， 咱逐个拢敢若知影 Neil Armstrong 去登陆月球啊，佫一个就是伊啦，吼，伊即摆还佫伫诶，已经90几岁，还佫伫。因迄只太空船登陆月球诶时，因敲转来 Houston 诶控制中心诶 message 就是讲 ，Eagle has landed， 鹰鸟着陆啊，伫月球诶顶头。你看美国人因拢用 Eagle， 迄 Eagle 有一特别诶意思。以赛亚讲，信靠上帝诶人哦，会得到快乐，亲像 Eagle 会当飞悬。因为咱诶人生诶内底吼，咱加减拢有迄个，或者你诶人生诶登峰造极诶时阵，你上介好诶时，迄就亲像鹰鸟展翅飞悬，上悬就是安尼尔啦。迄个时间诶到，伊讲就爱迄个奥林匹克摕到奖牌诶人，你看看，迄是因诶运动生涯中间诶登峰造极。以赛亚讲，咱若信靠上帝吼，上帝会互咱有迄个机会，会当亲像鹰鸟飞遐尼悬，迄个快乐是对上帝来。啊，过来，伊讲有快乐诶人吼，走袂赢，走到门仔袂赢。恁知影头一个奥林匹克吼，头一个奥林匹克，迄个代志是咧纪念一个人。迄个时阵无邮差，也无电信，拢无。若要传消息吼，真要紧的消息，普通人无啥物真要紧的消息啦。国家有紧急的代志的时，拢请迄个专门用走的咧摕消息的。迄有一个人的名叫做 Philippides， 这个人吼，伫主前490年，互希腊政府吼，因为迄阵啊，波斯来拍希腊，因来拍希腊，拍一个所在叫做 Marathon， 所以甲即摆的 Marathon 有关系啦。伊拍一个城市叫做 Marathon， 离雅典有远啊，所以因吼，政府罗马政府拜托即个走的即个吼，你去叫伊去讨救兵啦，去 Sparta 一个所在叫做 Sparta 去讨救兵。这个人吼对雅典走到 Sparta 吼240公里，爱走2日走到位，是种拢厉害啊！啊了伫遐讲了吼，伊佫走倒转来雅典，甲因讲救兵的代志讲好啊。迄阵啊通讯就是安尼啦。啊，过了吼，过几来日了，因甲伊讲，你敢会当佫走去 Marathon， 看因遐战争战了即摆是安怎？啊，所以伊对雅典佫走去个 Marathon 吼，差26迈吼，差不多要到30公里啦吼。伊走去遐看战争的情形，希腊赢啦，波斯拍输啦。所以伊吼，佫走26迈，转来雅典。迄个故事是讲，伊走到雅典的时候，伊已经走2日去240公里，佫走2日转来，佫240公里，啊，佫走26公里，啊，佫转来佫26公里。讲伊走转去到雅典的时候，讲台湾的叫做下裤鸡袂分火啊，真正无力啦。伊敢若讲一句话，恁大家拢知影，恁大家可能有人穿的，叫做 Nike。伊敢若讲一句 Nike 希腊文就是
为换咱赢啦，啊，伊怎拍落怎死去？对迄个开始哦 ，marathon， 世运的 marathon， 就是伫纪念即个人，就是纪念即个代志。因为走毋是袂赢呢，有时啊会死呢。你若袂晓照顾家己吼，希望有伫走 marathon 应该知影，会爱照顾家己呢。我捌甲一个有伫走 marathon 的牧师，我甲伊问讲，会恁走 marathon？ 伊拢走迄个全程啊。伊甲我讲哦，伊讲伊的经验啦，伊讲因敢若原来有啦，我去 Google 去查，敢若原来有讲安尼。伊讲走 marathon 的人，伊知影爱走真慢，毋过走到17迈哦，16、17迈迄到尾啊，身躯会常常要动袂了，会缺着拢伫迄个时阵，差不多歹走啊。总是伊讲吼，走的人吼，若会当迄个时间拖过的时候，伊就会当搁走，就有迄个当搁走。伊讲真趣味，咱的身躯会分泌一款化学的物件出来。啊，迄个会当互迄个走的人支持，总是伊都爱拖过迄个。我有捌问医生，一个我的朋友医生，伊讲我无啥知影即个代志。毋过我想讲哦，我永摆咧读册的时候，咱中间一定有人有迄个经验。你咧读册，你知影爱开夜车哦，平暗袂使困哦，会有到一个时阵足爱困。毋过你迄个时间若拖过的时候，规暗拢毋免困的。恁捌即个经验无？我真正捌安尼经验，我逐摆若要考试，拢有迄个经验。足爱困的时阵，莫困就好啊啦。啊，我拖过吼，奇怪，过去就袂爱困。我毋知影以赛亚讲迄个上帝，互因得着开力走袂赢，是毋是咧讲这我毋知啦。总是一项要有体力，有法度通吞忍到落尾，需要上帝帮助，这是有影。过来，伊讲行袂先。我对迄个疫情开始了吼，我行路行足济，因为袂当收水啊，我就拢换用行的。啊，事实有影愈行愈够行。我毋是直接要广告吼，甲恁讲，若有机会吼，恁大家爱拍拼行，行路足好诶代志啊。我转来台湾转来了，头一摆讲道是去41家，这篇讲道是我迄个时阵写的。迄个时阵吼，江启臣伫要选党主席吼，伊讲伊有拄一个阿婆啊，花600万，你会记无吼？啊，朱立伦要选总统的时嘛，拄着一个阿婆啊，大家拢拄着阿婆啊，我行路嘛拄着一个阿婆啊。这个阿婆是安那呢？阮要去台湾以前吼，定定拄着一个阿婆伫迄个后庭伫行，伊塞一只轮椅安尼，伫遐行，逐伊一个伫行，啊行啦。行袂去吼，伊就轮椅下落，会当坐啊休困才搁行。阮去台湾8个月转来吼，阮2个出去行吼，拄着即个阿婆，我毋知影伊对倒位行来，我毋知影。伊吼轮椅囥伫遮，伊对迄边头行来，竟然无换轮椅哦，安尼行过来哦。好，我看一个我足甲懊恼呢，阮8个月无看到伊，伊毋知安怎训练，我毋知。伊永摆是塞轮椅咧行，伊无塞安尼，伊个轮椅囥伫遐，啊，伊对迄边头行来，毋知对倒行我毋知。好，阮家学了，伊嘛足欢喜诶。行路有影愈行会愈够行。啊，以赛亚讲，你要爱有气力通行，嘛是爱上帝恩典，听候上帝。但到遮吼，讲诶拢真趣味，佫真好。你有想者？我读着这时，你有想无？你若倚靠上帝吼，你会飞悬亲像鹰鸟，啊，你会走袂赢，你会行袂先。你敢无感觉讲，敢若在走下坡吼？倚靠上帝像鹰鸟飞悬，啊，过来啊变用行的，啊用走的，啊走的还佫袂歹。过来用行的呢，吼！你敢无感觉以赛亚太的讲啊？我靠上帝啊，所以行路行，你感觉安尼无？啊！
我即粒头壳真爱黑白想，我真正安尼想呢，伊啥是咧讲啥？当然毋是安尼啦，当然毋是安尼。我相信吼，以赛亚是咧用原理的真理，要甲咱讲一寡真要紧的话，要教咱看人生的实况是安怎。我因摆细汉的时候，若嘛要创一项代志哦，有时啊真迄落无应该做的代志要做的时候，阮阿嬷拢会甲我骂讲：你背学行就要想要用背，你捌向骂即句话无？你捌互安尼骂无？背学行你就想要用要会晓背悬亲像鹰鸟吼，爱大声学行呢。以赛亚讲安尼吼。是将要紧的物件放伫后壁，这是我的看法。你会使无同意我的看法，毋过我要讲道，我一定爱安尼讲。以赛亚要甲咱讲的是，行真要紧啊，行真要紧。为什么你知？人生的内底，我拄仔讲，你有登峰造极的机会，迄个时间袂久，你知影？鹰鸟飞较悬哦。到有时阵嘛爱落来呢，伊袂当拢伫顶头飞呢。你奥林匹克的选手摕着金牌，挡偌久？你有在条挡2届奥林匹克都真厉害啊，敢毋是？鹰鸟体式飞悬，迄个时间袂久长啦。若飞去顶头，毋知通落来吼，你就该死啊！敢毋是安尼？我读到一个故事吼，我一个牧师写，伊讲吼，伊伫一个篱笆吼，篱笆的迄个条啊，篱笆的条啊顶头吼，伊讲伊伫篱笆的条啊顶头放一只龟啦，一只龟伫遐。伊讲伊看到迄个时候，咱做牧师真趣味，伊看到迄个时候，伊头一个就想，迄只龟哪有可能会爬去你篱笆的顶头？绝对无可能嘛！一定是人甲扛起来啊，对无？有影？鹰鸟体式飞悬吼，甲迄只龟伫迄个篱笆条的顶头，同款道理呢。迄是上帝甲你放伫遐呢。迄只龟伫迄个篱笆的顶头，若毋知通落来，啊，要落来嘛是爱人甲掠落来啊。总是鹰鸟体式飞悬，你若拢伫遐悬，拢毋落来吼。到时你袂当落来呢，因为这是人生真要紧的大事，敢毋是？鹰鸟体式飞悬真好啦，总是你爱落来呢。迄个时间无久，走咧，走袂赢。走伫咱人生的内底，啥物叫做走？我就伫少年、中年即中间，你找头路、结婚、家庭出来，咱逐个迄个时阵拢走甲真忝，敢毋是？迄是咱咧走的时啦，走的时爱真出力啦，也要顾囡仔，也要顾工作，也要创这，也要创真忝。迄是咱咧走的时，上帝的手使咱开来。我家己伫牧会的时候，我家己伫牧会时，我有经过某破病，过身去，我爱顾2个囝，也爱牧会。足侪人代志过了，拢甲问讲：你迄阵你是安怎过？老实甲恁讲，我嘛毋知影我安怎过。迄个时阵，我走甲真喘呢，有影真喘。毋过三好，上帝毋知对倒会，互我有迄个几力。这是我个人的见证。我上会记得哦，伊过身了，我的会友真好咧，甲我讲牧师，你去，叫我去托兰多读册啦，其实无去读册啦，叫我去哦。因建议讲我去去找一寡遐托兰多的牧师讲这个代志。我去吼，我去迄个新行业图书馆一个图书馆的馆员听到我的代志了，摕一本册看，写讲迄本册是
天主教的神父卢云Henry Newman 写的一本册，迄阵还佫无中文的换了，所以我看英文。迄本册描述 Wounded Healer 受伤的治疗者，伊用耶稣啦，耶稣互人钉十字架，伊的身躯破破，伊受伤，所以会当医治咱。这是我读迄本册吼，足感动的。伫迄个时阵，我有影受伤，我读着迄本册 ，Henry Newman 伫内底，我对迄本册得到足侪物件。Wounded Healer， 上耶稣会医好咱，是因为伊有受伤。我做一个牧师，伫迄个时阵我嘛足受伤的，总是有影。气力对倒来，我毋知。有啦，我无从到遐讲歹做牧师啊，有我做甲退休，做到即嘛。真正上帝会赏赐咱有气力通走。过去我要甲咱讲行的代志。我拄仔讲行。亲像鹰鸟飞悬，迄时间无济啦。走时间可能爱较长，总是你若好好走，好好活过上帝，原来日子会当过啦。行咧，行是无论你安怎，你爱行，你无行袂使，逐日嘛爱行。行的速度袂紧，总是行是第一基本的代志。你要学飞，你就爱先学行；你要学走，你嘛爱先学行。逐日的生活上艰苦。我拄仔袂记讲一项我今仔日头壳毋知安怎样啊？恁已经知影我讲点咧something wrong。Charles Lindbergh 伊家己一个对圣路易斯飞去到巴黎，咱无机会通问伊啊啦。你若甲问讲，你人生内底第一需要上帝的是你是当时？我相信伊袂甲你讲，我是咧飞机咧飞的时。Lindbergh 有一个代志发生伫伊的身上，真可怜啦。伊1929年结婚，1932年伊一个18个月的婴仔伫因兜去互偷抱去，伊就当然去找，该抱婴仔迄个人，迄匪徒。有甲伊讲，你若5万块互我婴仔就用你。伊迄阵真有钱嘛，5万块对伊来讲毋是问题。伊摕5万块出来，往哪交互迄个人？总是迄个人囡仔嫌伊的是婴仔已经死去啊。伊对迄个以后不时住伫惊吓的中间。伊到尾也毋敢住美国，搬去住苏格兰。你若问Lindbergh讲，你当时感觉上需要上帝，你亲像鹰鸟飞悬啊嘛遐悬啊！你当时上需要上帝，伊上需要上帝是我想是囡仔互抱去，还佫夹着一个死的囡仔转来迄个时阵。Buzz Aldrin， 这个人伊登陆月球，迄嘛是鹰鸟体式飞悬啊！伊转来了真可怜。伊变做足 depressed， 开始啉酒，甲因某离婚，娶某，拢总娶3个某，拢总离婚。伊家己的到尾甲因囝相告，我是毋知影是啥物代志，讲甲因囝相告。你若有机会问伊讲，你感觉人生第一高峰，什么时阵你上需要上帝？我想毋是去月球迄个时阵啦。伊家己看倒转去伊讲一句话伊讲 It is much harder walking on planet Earth than it is walking on the moon。伊讲伫地球咧行路比爬去月球行路较困难。伊的人生尾也是，伊即句话伊家己讲啊。
我要讲的是，咱倚靠上帝。行需要气力，嘛需要迄个毅力啦，需要迄个毅力。咱人生会拄着啥物代志，咱毋知。毋过，逐日拢爱行，一定爱。我伫台湾的时候，有伫 YouTube 看到一个，我袂记伊的名啦，我即摆要找拢无。伊伊是对一群青少年咧讲，伊坐一只轮椅，坐轮椅咧顶头，伊咧讲伊的生涯，伊是不遮有出名的人啦。伊甲遐个少年人讲伊大部拢童子军啦 ，Boy Scout， 伊咧甲 Boy Scout 讲，伊甲讲，伊10几岁就摕到 Eagle Scout， 迄个 Scout 上悬的迄个 member 是 Eagle Scout， 嘛是个 Eagle 鹰伊讲伊真早就摕到，10几岁就摕到，了后伊去做海军，入去海军军校读册，西元期伫1991年 Desert Storm 迄阵去拍伊拉克、科威特迄阵迄个来去战争，伊去战争，战争受伤，2支骹拢断去，所以伊坐伫轮椅啦。伊咧甲即个囡仔讲我少年的时候，阮厝嘛足好诶，我拢迄鹰鸟体质培训的机会，伊去读佫做飞行员，足阳光的时阵嘛真有成就啦。即马伊坐轮椅啦，伊坐轮椅了，伊无从线呢，伊去参加 Boston Marathon 迄个轮椅的。用轮椅的比赛冠军呢？伊去轮椅的比赛冠军，伊甲遮囡仔讲，恁虽讲骹长去毋免放弃啦，应该都爱拍拼，真好的勉励话。伫讲了伫问的中间有人问伊讲，你安尼有啦？你骹还袂长以前，你足有成就。你即摆骹长去，你嘛是还佫足有成就啦。你伫人生的内底，你有啥物，互你感觉第一艰苦的代志？你有无？伊讲有啦。伊讲啥物代志？伊讲我2支骹拢无去我逐早起爬起来，敢若对面床要去坐到迄个轮椅我着舞甲要死。我逐日拢爱安尼做。真趣味的答案，敢是？大家拢想讲伊足有成就逐日乖乖爱对面床爬起来，面床温温刷去坐迄只轮椅，伊才会当开始一日的工作。伊讲伊感觉第一艰苦就是安尼。你对行是咱逐日拢爱做的代志。还佫会行，感谢上帝。我从到即嘛所讲的拢是28节到31。以赛亚伫即章的内底，迄个讲到宗教体系培训以前，有甲以色列人讲，咱的上帝，赏赐咱气力的上帝，是甚物款的上帝？第28节，你敢袂知嘛？你敢袂听见嘛？永永之地的上帝耶和华创造地极的，伊无夜也无神，伊的智慧无通测度，夜神的，伊互伊能力；软正的，伊加添伊的规律。少年人也会夜神，夜会神；勇壮的人也会跋倒。独我靠耶和华的，要得到新的规律。因要亲像鹰鸟体式培训，因行也无夜，因走也无夜，行也无闲。咱来先看祈祷。特别是感谢你，互阮通过你的话，三甲学习，阮会当信靠你。伫人生的内底，阮感谢你，互阮有真
好过日子。伫遮尔水的国家，虽讲有时较无闲，有时真忝，总是你稳定有够安宁。恳求你帮助阮，互阮伫日常的生活内面，阮想使阮有气力行，甲你相共行，亲像米迦所讲的，互阮谦卑甲你相共行。愿你祝福伫阮每一个人，想使阮有气力，也欢喜做你的学生，对阮的主，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